可称为父或祖。未先天独生，后天偶生，则出生者母也。其后始以父母同生，非父不生，非母不养。此义之必自乾坤开其端。干为大父，坤为大母，父母既合，男女已生。此乾坤之下有六子也。干所生者三，坤所生者三，三则气尽，而数亦极，故以三为限。众三则天化之三化者，出生之时，犹未合